由伊德加国际甲台南教育关怀协会发起的爱心关怀活动，今年已经迈入第4档。延续去年关怀送凉鞋的活动，今年创会理事长吴国珍因为身体有淡薄仔出问题，因此活动来延后，但送凉鞋也是持续，就算运费甲原物料起价，理事长也是无少成本。就连北区的区长潘宝书嘛特别肯定协会的热心公益。这次是我们宜德家国际爱在台湾教育关怀协会，还以是台湾市莲武庙复兴中心会、台湾少林达摩指示会，我们就是一起联合举办这一次的有意义的公益捐血。虽然今年我小意外，但是我还是爱心不落人后继续办。去年龙虾就收到好评，5点多就有人排队，今年更早4点多有人排队，但是今年龙虾涨了3倍，我们还是坚持用青龙，每只都是那个架杠的500克以上的。爱在台南教育关怀协会，我们吴理事长，他本身也是我立案在我们北区，那我觉得这是我们北区的光荣，有理事长能够发起这样的一个捐血活动，而且就算他最近身体有点微恙，他还是愿意持续来做这样的一个捐血的一个活动。那我想呢，这样的一个爱心可以回馈给大家。那今天呢，最令人期待的就是这一只龙虾。那我记得去年也是一样有提供龙虾，只要捐满500cc就有送一只龙虾。我想这是理事长对社会上的一个回馈。现场出席的除了树顶武庙主委、北区区长，还有侪位的民意代表、议员嘛拢到场，肯定这项有意义的活动。已经几啊年啊啦，系啦，几啊年啊啦，所以讲感谢伊，甲这个活动对社会福利真好，我先甲这个会长感谢一下，非常感谢我们吴理事长那也结合了很多社会各界的力量，那由宜德家国际，那还有我们台南爱在台南教育关怀协会，那同时理事长也是吴氏中心会的重要的干部，那所以今天很多吴氏中心会的朋友因为亲懂，然后也到现场，那当然还有很多各界关怀我们台南捐血的各位很多协会，包括达摩协会等等，都一起来挽袖，然后那我想每个礼拜都需要趁着周末的时间来感谢我们社会各界一起来募资更多的资源，然后来让更多的朋友一起来捐血。由宜德家国际甲台南教育关怀协会共同发起的爱心关怀活动，今年吸引更侪年轻的企业来加入。现场除了活跳跳的凉鞋，还有烟肠、鸡蛋糕等大位来赞助，互整个庙埕就亲像一个市集同款，吸引未少的年轻族群，甲啲学生共同来响应。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